NCCVD 功能模式，將感應錶遠離任何交流電壓源，長按 PWR 鍵3秒，即可開機並自動進入 NCCVD 模式。探測 NCCV sensor 附近是否存在交流電壓 NCVD 與交流電流 NCCD。信號強度通過顯示讀數、紅色與綠色 LED 閃爍頻率、蜂鳴聲響的頻率等方式表示。當信號強度越大，說明 NCCV sensor 離電壓或電流源頭越近，導體承載的電壓或電流越大，感應錶可以在更遠的距離探測到信號。PATA 3片功能模式，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使用 MS PATA 式配器檢測三腳插頭電器，將便攜式電器測試插蘇式配器插入插座，從帶電的 L 端指孔側面觀察，確保紅色 LED 亮起，表示電源已開啟。插入你要測試的電器，該電器帶有 BS136 33安插頭，然後使用感應錶進行測試。將 NCCV sensor 頂着 Check L 測試基點確保充分牢固地接觸，然後按一次 Scan 鍵進行測量。測量結果顯示 L 檢測到是火線，電壓為221伏，電流為 1.4 安。操作方式與測量 Check L 時相同。測量結果顯示 N 檢測到是中性線，電流為 1.4 安。PATA 2片功能模式，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使用 MS PATA 式配器檢測兩腳插頭電器。此插座轉接器同樣地兼容測試二腳插頭的電器，使用 Measure 2片 PATA 模式進行測試。將 NCCV sensor 頂着 Check L 測試基點確保充分牢固地接觸，然後按一次 Scan 鍵進行測量。測量結果顯示 L 檢測到是火線，電壓為223伏，電流為 1.4 安。操作方式與測量 Check L 時相同。測量結果顯示 N 檢測到是中性線，電流為 1.4 安。PATA ERT 功能模式，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使用 MS PATA 式配器檢測三腳插頭電器的接地漏電。此外，感應錶還可以探測三腳插頭電器的接地狀況，使用 Measure ERT PATA 模式測量或檢查接地漏電。同樣將 NCCV sensor 頂住 Check Earth 測試基點確保充分牢固地接觸，然後按一次 Scan 鍵測量。在顯示測量結果後，按下 PWR 鍵，根據測量結果，切換查看對此電器的洩漏電流狀況的評估，再次按一次返回到顯示測量結果。Scan 功能模式，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Scan 掃描模式。測試前需要了解測試電線或電纜的規格，並在感應錶上設置到相應規格。將感應錶設定為所需的測試電線或電纜類型規格，同時按住 PWR 和 Mode 鍵3秒鐘進入設定模式。LCD 上閃爍的位置表示正在設定的部分，按下一次或者長按快速跳轉。Scan 鍵可向前選擇，或 PWR 鍵可向後選擇。按一次 Mode 鍵切換到下一個設定類型，選擇 PVC、橡膠或4種用戶字校準設置。完成設定後，同時按住 PWR 和 Mode 鍵確認 CNF 並退出設定模式。兩種測量方式，請將 NCCVD sensor 與線纜充分緊密接觸。具體方法如下：按下 Scan 鍵一次，緩慢均勻地來回移動進行掃描。按下 Scan 鍵一次，然後旋轉進行掃描，直到蜂鳴器響起且 LED 停止閃爍，即測量完成並顯示測量讀數。在顯示測量結果後，按一次 PWR 鍵可查看更多資訊：浪湧電流、交流峰值電壓、頻率、佔空比、電功率、絕對功率委準 dBm、絕對功率委準 dBW、馬力 HP、I、馬力 HP、E、英國熱量單位 BTUH、阻抗、無功功率、二氧化碳排放量，顯示在屏幕上，
或在無線連接的智能手機上顯示。RTM 功能模式，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即時測量監測功能。使用 RTM 模式測試前，你需要先了解被測電線或電纜的線材規格，再設為相應的規格後再測試。RTM 功能可用於監測異常電流或波動電壓。監測時確保 NCCV sensor 與被測電線或電纜緊密接觸。當探測到最大值時，按一次 Scan 鍵開啟監測功能，再次按一次可關閉。開啟後觀察感應標，當屏幕背光變為紅色OL 指示 LED 閃爍，蜂鳴器響起時，即探測到波動電壓或異常電流。按一次 Mode 鍵進入下一個功能模式，模式循環，在 RTM 模式後將回到 NCCVD 模式。掃描用戶手冊中的 QR 二維碼，即可免費下載 iMeet Android 或 iOS 應用程式。下載並安裝 iMeet 應用程式。長按 PWR 鍵3秒以上，感應標開機。快速按下2次 PWR 鍵開啟無線連接功能，屏幕上將顯示 TX 圖標。在智能手機上設置操作。開啟定位功能。開啟藍牙。開啟 iMeet App。隨後開始建立感應標與智能手機的無線連接。點擊搜索圖標搜尋感應標，等待數秒，找到該感應標後，它將顯示在欄位上。點選該欄位，進入此感應標的詳細讀數界面。查看數位顯示頁面，請點擊一次屏幕。可透過旋轉智能手機來切換數值顯示方式，逆時針旋轉為圖形顯示。順時針旋轉為指針顯示。記錄測量數據前，需要先關閉儲存於藍牙功能。點擊 REC 圖標，彈出視窗，錯誤，藍牙模組沒有記憶體。點擊設置圖標進入設置界面，關閉儲存於藍牙，之後點擊儲存圖標儲存設置。設定成功後，返回數位顯示界面。如何生成測量數據表和查看已記錄表格？點擊 REC 圖標，圖標變成紅色，感應標開始記錄。再次點擊 REC 圖標停止記錄並儲存到手機。點擊文件圖標查看保存到手機的文件。點擊文檔圖標查看已記錄的數據資料。點選可瀏覽詳細記錄。如何在 iMeet 上拍攝、查看和分享照片？點擊相機模式，然後點擊拍攝圖標即拍攝當前畫面。點擊文件圖標可查看保存到手機的文件。點擊照片圖標查看已拍攝的照片。長按確認或選擇更多，然後點擊分享圖標分享。在數位顯示界面，用戶可透過以下按鍵實現無線遙控感應標的功能。點擊依次切換5種測量模式。如何透過智能手機設定和選擇線材類型？點擊設定圖標，進入線材設定界面。點選對應項目進入此選項設定界面，材質或自定校準。如無需更改設置，點擊返回圖標返回上一界面。電線或電纜尺寸。選擇完畢材質與電纜尺寸後，手機自動儲存並進入確認界面。完成所有設定後，點擊確認圖標確認儲存並返回數位顯示界面。感應標自動修改為對應設定。